牡丹沙事件是拳台时的大事情，时时都给当时的清朝朝廷注意到恒春半岛的开发，还有恒春建设。当年事件当中，本人慈禧的琉球方面，即是中亚台茶上的通铺，一只的其实呢是一只客家庄哦，还有一只上山国王庙，原是也是台湾清代的关圣帝君庙。接下来，路来认识通铺一只客家庄。 西头马岛属的林志明航到盐的地图去查，也特别是在台湾清南片的橄榄麦盐，落山风吹到也呼呼响。有一次去美容吃他们那个小番茄叫陈蜜，觉得口感很好，然后就隔一年我就买几颗那个苗回来种，结果送给亲朋好友吃，他们说哎口感不错呢，那我就开始啊就种了几百棵试试看。 啊，其他的就是种菜了，因为是客家人的子弟嘛，就是种菜自己吃啦。通埔村当兼茶上时期，每二以西从海温泉期天朝韩国为首，全村人口还冇1000人。因为兼西从海水年天，这样是遇到6对行人塞到也特别黑，全村单做行人。村都的生态乡，乡种的是内埔来的，乡种的是竹田人，乡邻的是对家东塞过来的。 我们这个村在车城乡有2个客家村啦，一个叫同埔，一个叫保利。啊，同埔有3大姓啦，就是姓钟的、姓林的、姓张的啦，在这边大概都有200人左右，因为被跟那个闽南村哦混在一起，被他们同化了，结果客家就几乎不会讲了，会听就不会讲了。 最先到同埔呢，就是有75户，都是客家人，75户都是客家人。后来这个生产到这个90多户，到目前还是90多户，大部分都是客家，因为我们这个福建人呢很少到我们这个村庄来居住。 为到老隔壁庄头交通，人人本人同化体嘞。不过800年来，客家历史唔是变过，对亲戚的看法没行係客家嘅。扫墓祭祖啦，这个差不多一样啦。然后称谓啦，叫叔叔伯伯或者叫舅舅，但这个称谓还是客家的称谓。同埔的行人以前，阿公以前啊吼，阿公以前晓得讲客，里面啊拢唔晓得讲客嘅。慢慢的就安尼甲古用熟识，安尼学讲客，慢慢的就恢复以前安尼讲客都转来呢。反复喺新竹关系来嘅，佢使到同埔要超过100年呢。对头嘅闽农嘅本养过后，全部人当初期老模体的客话念出来。我对客话吼慢慢念转来吼，讲到每章，我就讲到每章，我就看咧客家嘅电视台，有咧唱歌嘅，有咧讲客，我就安尼看个电视剧啊，安尼学转来，安尼念转来客话安尼。同埔村的郑安宫係百年老庙，係當地行人的信仰中心。民國89年，張西道一下為首，係全國第一座八卦型的廟。2年前還起好一座全台灣清代關公像。其實鄭安宮原本係三山國王廟。我們鄭安宮本來以前就是客家人，那客家人就是奉祀這個三山國王的這個神明。 所以一直到现在呢，在106年前，我们这个关圣帝君他魂游从这个地方过来，看到这个地方有一条那个黄龙穴，所以呢降临在我们郑安宫。关圣帝君他个圣像啊，有51台尺，51台尺，全亚洲最高的啊，这是一个资源，海博物馆一个资源。那我在想，你这个观光客下来，你总得有个那个伴手礼。 那你伴手礼总不能扛着那个洋葱上去，我想应该是
水果之类的。那水果这边我就看到火龙果，还有这个南瓜，啊，还有一个是那个小番茄。出台新鲜的果子，可能过去葱头还是同埔村主要作物。当天人讲，一种葱头清强露水，因为有落山风，也代表葱头种到特别好。也近年来，恒春半岛几乎是台湾青苔葱头的产地。因为洋葱本身是属于那个沙漠植物啦，它不怕那个风大嘛，恶劣的环境它都可以成长，所以这边种的洋葱应该是全台湾大概品质最好，就是我们这个恒春半岛的洋葱了。恒春有一个气象台，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封神庙。那我们整个恒春区以前是种那个琼麻，那这个也是属于沙漠植物。你像现在的落山风，能够达到相对湿度到60度到50度中间，那表示说这边的水分会减少，那减少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。竹头正安宫附近呢有一只琉球反面风水，听讲这样是琉球5面的山的变态嘞。66年头8月晚上2个5面，用54年本年出名慈禧，将村岛12年走到同埔，本这样是的种种，没做村长使用。西台的54年就买到同埔。可能语言的不同啊，就同原住民可能有些把误解，就本一个原住民杀害人66个人。对山上走上来，而且山呢因为遇到船难咩，就碰风人才8月湾来啦。不过其中啊66个人上船过後啊，有54個人就讓原住民啊一路追殺。每因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8月灣事件、和牡丹沙事件連續發生，清朝將注意到恒春半島建設，同牡丹沙事件4年過後起嘅恒春故事。因為呢個事件，本清朝啊。咱提講啊，後面有一個台灣嘅那個海防嘅重要，咱開始派個傳政大臣啊，我哋沈葆桢派落下嚟，來督造下嚟，見個很重嘅故事，啊，去啊故事嘅督造時啊，要就啲啊建造嘅將軍梁彥將軍，就會想人哋原鄉人哋客家，所以咱會用下那個三山結王廟起下就嘢。落山風吹無停，恒春半島2隻三山國王廟，講到了客家老祖公開發的歷史。同行年日間人模特的同埔村，同客家認同之外，每天天要前在模擬。